美国的总统大选剩较无2礼拜，目前全美国已经有超过3200万人先去投票了。本地一路领先的拜登，伫个后生爆发着电邮门的丑闻了后，民调对咧落降，即摆是降到48.1%，川普是45.8%，双方敢若差2.3%。所以来就爱看，谁会当伫即礼拜的辩论会占赢面。 美国总统川普直接去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出席的宾州，本来第一夫人梅拉尼亚嘛要对，因为一位新型冠状病毒好了后，就一直咧扫。预防万一，伊决定先伫白宫静养。You have to watch what we do to 60 Minutes. You'll get such a kick out. Leslie Stahl is not going to be happy. 主持人无欢喜，是因为川普伫录影时无缘无故离开，敢若老副总统潘斯伫现场。川普搁伫推特顶面批评 CBS 虚假，搁无中立，大家看影片就知影。甲川普比较起来，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拜登加真低调。拜登29回到伊的家乡德拉瓦州了后，讲要专心准备辩论会。依照 IBD 公布的最新民调显示，拜登民意的支持度已经降到48.1%，川普是有45.8%，相互差不多2.3%。纽约当局烦恼讲，无论讲是什么人输，什么人赢，拢有可能爆发示威的冲突。纽约警方赶紧训练3万多名警官面对示威群众，应变怎处理反警察的各种行为，甚至有纽约人先离开外号大鹏过纽约，等大选过了后才阁回来。